喂，華姐，嗯？你知唔知 Messenger 有個新功能叫 Instant Video 啊？嚇，有幾 instant 啊？好 instant 嘅喎，即係同個 friend 開咗同一個視窗，見到右上角個 video logo 閃下閃下，就可以嚟個即時 video chat 啦。有咩料？係咪豆嘅？喺度喎，我要沙爹牛肉飯啊！接通咗，唔會有 delay 之餘，仲唔會一開就有聲添。就算喺 office 都唔怕會嘈親隔離啊嘛。不過留意翻，要 update 咗 Messenger 個 app 先用到㗎。新 iPhone 放晒風，話聽日就出啦。最令人期待嘅可能就係傳咗好耐會出嘅深黑色。如果嫌色水太啞呢，鋼琴黑啊，反晒光咁又啱唔啱你呢？不過有傳鋼琴黑淨係得高儲存容量版本嘅 iPhone 7同 iPhone 7 Plus 先有㗎，係真定係假？唔使估下，聽晚深夜啊，等睇 live 啦。想知條腰有冇粗到？唔使度嘅，用智能皮帶就得啦。呢條嘢會記錄低你嘅腰圍，行咗幾多步，走咗幾耐，仲將啲 data 經藍牙 send 翻去部電話度，入邊夠電用到20個鐘頭㗎，每日只係差1次電就得。而家賣緊69蚊美金，出年1月有貨到啊！換生活，樂科技，Unwired HK。